小孩孩，来跳舞，脚步若是叮当，不管伊是啥人甲伊当作面目。哇！掌声鼓励方心登场。哇，这真正是老婆，我错了。花容月貌赛西施啊，可比仙女月妖蝶啊！谢谢，谢。谢谢。是不是方心姐？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，在戏里面听说你还特别点一粒麻木记，嘴唇红红抹胭脂，互阮看一个去，新魂交把柄，点点啊对你去。你哪遮尔甲我讲话？无啦。大家好，我是方心，在戏内面我演苦面，大家叫我阿妹娜就好啊。今仔日真正足多谢大家来这捧场，希望我今仔日服务大家会当满意哦。谢谢。哦。然后我在为这个角色点了一颗痣，就是希望讲，这个角色会当甲我进前般的角色拢无共款啊。大概若是去化妆。只要这个技能点落去，我就是口面上升，就会比较放一点啦。对，那在戏里面跟以前的演出有很大的不同啊，希望大家锁定我们的戏，绝对会让你好看。哇！但是老婆，你那个字要记得点好不好？你那个字如果不记得点，我们要重拍。就是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形，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牌子，在化妆室那边就是徐面点痣了吗？这样对，就是提醒大家。每天就问你痣点了吗？对，每个人看到都会问一下，这为什么要有这个牌子？然后就提醒化妆师说今天一定要点痣，这样对。是。那方心姐是不是先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这一次演戏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比较趣味的地方？除了那个痣之外。趣味就是因为在酒吧里面会有一些外国的客人，对，然后反正我就是鸡同鸭讲这样子，我就是戏里面英文也没有太好啦，这样，所以都要我的那个好姐妹金胖出来帮我就是招呼客人，对。那除了好玩的事情之外，我觉得比较可怕的就是我在戏里面要被强暴，对，所以那场戏拍的还蛮辛苦的，就是怕料就是。真的好像家暴一样，全身都是凹青。回去我老公就很心疼，对啊。是哇，那淑媛哥呢？淑媛哥要不要分享一下，在拍戏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比较特别难忘、比较趣味的？我跟你讲，这个戏啊，每一场戏我都很难忘。真的。因为呢，这算是我从影以来8点档，我大概演了不是很多了，大概今年第26年。唯一可以在8点档讲国语的一部戏啊！哦，是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让大家一起来合照，也要请我们的现场的摄影大哥大姐，我们一起来取景，请大家一起合照。好，那我们呢，也希望我们台视60年周年的台庆大戏《美丽人生》发布记者会可以圆满成功。另外，我们要祝我们的休息安盘第一稿，我互您问好彩头，业绩大旺热放炮，金银财宝满厅头。